今仔继续来看新竹科学园区的科技生活馆，这个电动车的充电站，讲可能是变电生活小道起火烧，浓烟散雾，甲附近的民众话要惊死。啊，亲像这种的充电站，有袂少的所在拢设立，是毋是有嘛同款的危险呢？互人真担心。来甲看这个充电站白烟呛呛滚，消防车嘛已经赶到现场待命。同一个时间，我那联络台电的人员先断电以确保安全。11月初八下晡4点外，在新竹竹科生活馆边啊，这位汽车的充电站好惨像是小道起火，好佳在是发现了早，并无规个道火烧。你们进来的电量是多少？加长工调查人员换下来到现场，初步判断起火点就是伫个变电箱内底的开关。然后开关内部的组件可能出现问题，造成起火的一个状况。那详细的原因我们也会把这个基证采回去实验室来做详细的鉴定。这位充电站站者已经要3年了，是这间正出名的车厂，全台湾第5座的超级充电站。总共有8个停车位会当充电，只要半点钟就会当充一半把。这届发生意外，嘛就要等候调查人员找出起火的原因，避免类似的意外再发生。